最近喺太平洋頻頻發生離奇嘅沉船事件。UGM 好重視呢一件事，並採取警備狀態。我係富士森，沿岸巡視冇發現喎。我收到啦，你繼續偵查啦。哇！搞搞容乜要變成第二個百慕達三角㗎？點會咁易啊？神秘嘅三角喺北大西洋，你咪噏得嚟噏啦。但係沉船嘅原因喺邊度咧？你話唔係莫名其妙咩？呢幾宗沉船事件，每一次都喺唔同嘅水域發生嘅，每次都有變化。你話海底會唔會有啲乜嘢特別嘢咧？哦，呢啲嘢話唔埋喎，絕對有可能啊！會唔會有怪獸咧？都有呢個可能㗎。明仔，史迪先生，呢位小朋友每一日都會嚟呢度放船。試過有一次佢隻船發生咗小故障，阿猛就幫佢修理好，而且仲同佢結交成為好朋友。佢哋仲經常見面㗎。得你一個咋？今日係啊，不過聽日爸爸就會陪我噶啦。你講過，你爸爸都係坐船翻嚟㗎喎，係咪啊？佢好叻，係個船長嚟噶。因為咁，所以你係中意玩船咯。史迪先生啊，我有一件事好擔心，唔知點喎。我睇電視新聞報告，話呢一排太平洋經常有怪事啊。我好擔心爸爸會有事啊。你放心啦，日本附近好安全。如果有咩危險，UGM 係咪會出動噶？當然會啦。係咪真噶？包喺我身上。逐漸逼近日本海面喎。我有啲不祥預兆啊！咁多位，今次真係要你哋幫手啊！發生咩事啊？船公司打電話嚟投訴，佢哋話唔再出船啦。連啲船公司都驚晒啊！咁落去，我哋日本點樣同人哋做貿易啊？咁咪會資源封鎖？係啊，到時乜嘢都冇。發咗聲明話保障安全啊！石拉，係你去同船公司講，我知道啦。聽住，24小時處於高度戒備。知道。點解會咁樣嘅咧？有咩唔妥？我失去咗控制啊！佢跳傘啦！今次弊啦！
船長啊，就快到日本噶啦喎，睇嚟我哋今次會平安無事。對我嚟講，呢次係最後一次。船長，你決定退休啦咩？係啊，我應該要退休噶啦。我要將呢艘船平安咁駛翻去我哋嘅國家。啊，我相信我哋唔會捲入沉船嘅風波嘅。你放心啦 ，UGM 方面都話過保障我哋噶嘛。嗯。點樣啊？儀器指針猛咁轉啊！而家隻船打橫咁行啊！咩話？哇！嗰邊鈴木，叫佢哋全體棄船啦！我知道啊，全體棄船，全體棄船。三本船長犧牲咗，有個人啊！受到衝擊而暈咗嘅此的，俾日成丸號嘅船員合力救翻上岸。呢件事過咗幾日之後，我見到堆磁力好強嘅物體啊！磁力好強嘅物體，係啊，佢吸到我揸嘅戰機同埋嗰啲輪船啊！不過嚿磁性物體又點解會走嘅呢？冇機物體冇理由會喐嘅噃。不過我真係見到嘅喎。係電腦就有可能。你話嗰件磁性物體係咪人為嘅咧？我哋將一路以嚟所發生嘅事串聯起嚟先，然後再調查啦。成嘢，係池田，係去揾料，知道。知道。似的啊，你條頸而家點啊？哦，冇咩事，你睇下。都話咗你噶啦，仲唔快啲去睇醫生？唔使，我真係冇事啦。我攞咗今朝同埋聽晚嘅氣象資料啊！唔該晒。係啦，似的先生啊，我帶咗個小朋友嚟啊！入嚟啦！係你啊，明仔。你講大話，你哋嘅衰人嚟噶！明仔，我憎死你啊！你正衰人啦！喂，明仔。子的，你點啊？子的，隊長，發現到啦。喺北緯30度29分，東經140度19分，7日島嗰度啊。咦？做咩啊？而家有人用無線電發緊消息啊！本船喺7日島1000公尺附近沉沒。本船喺7日島1000公尺附近沉沒。正衰人啊！衰人！衰人啊！明仔。明仔，唔好咁樣啊！你好中意隻船仔噶。我而家憎死佢，我唔中意佢啊！喂，明仔啊！放開我！放開我啊！明仔，唔可以咁樣噶。似啲先生受咗傷都追嚟呢度探你咯，你唔可以咁樣對佢噶。佢以前曾經應承過我，話保護我爸爸，等佢平安翻嚟噶。但係而家唔係啊！此的佢而家好明白明仔嘅心情，但係今次此的都自顧不暇，佢又邊有能力保護人哋呢？
況且今次嘅意外亦嚟得太過突然啦。明仔，錢地先生，我爸爸係咪死咗？翻唔到嚟啦！我係次的啊。明仔喺咪你身邊啊？哦，佢喺度。即刻帶佢翻嚟。我哋收到無線電，嗰個可能係佢爸爸嚟噶。我係日月號船長山本啊！我而家仲生存。呢一隻怪物係15年前沉沒咗嘅係爸爸，佢嘅電腦所係爸爸把聲啊！我係日月號船長山本啊！我而家仲生存。呢一隻怪物係15年前沉沒咗嘅皇后號，佢嘅電腦所操縱嘅。我係日月號船長山本啊！我而家仲生存。呢一隻怪物係15年前沉沒咗嘅皇后號，佢嘅電腦所操縱嘅。我係日月號船長山本啊！我而家仲生存。呢一隻怪物係15年前沉沒咗嘅皇后號，佢嘅電腦所操縱嘅。皇后號係一艘大型貨輪，佢設備先進，可以由電腦操縱。但係佢喺15年之前去馬石蘭海峽中遇到史無前例嘅意外，貨輪突然受冰山阻隔，成艘貨輪就咁沉咗落海底，揾唔返。估唔到喺15年之後，呢艘皇后號又會再次出現。而家大家都覺得好奇怪，點解皇后號會再次出現呢？點解山本船長仲話佢係怪物嚟呢？我再重複一次，呢隻怪物係由皇后嘅電腦所操縱嘅。哇！爸爸，明仔，成爺，係隊長，俾我出動啦！你咁點去啊？我而家咩事都冇噶啦，我求下你，俾我去啊！咁好啦，你嘅性格我係好清楚嘅。夫士啊，係陪次的一齊去啦。我知噶啦，子的，我哋行。係。到達佢嘅範圍噶啦，我哋要小心啲啊！知道。咪住先啦，明仔係你啊！佢唔可以喺度噶，我哋翻轉頭啊！係。唔該你哋俾我一齊去啊！我好擔心爸爸啊！哇！衝擊力好大。呢度係邊度嚟啊？可能喺隻怪物上面啊！喂，明仔，你點啊？明仔，都叫咗你翻去噶啦，記住啊，陣間跟實我哋啊！點算呢？哇！你哋睇下，係我爸爸架船啊！明仔，你點樣？過嚟啊！你冇事嘛？就係呢部電腦啦！三本船長，你點啊？三本船長，明仔同佢哋喺一齊啊！
有皇后號嘅資料啦。今次弊啦，你過目啊？咩事啊？呢一份就係以前皇后號未沉之前嘅預算路線圖嚟。將呢幅圖同而家路線圖相比咧，大家就會好易睇到，而家嗰隻怪物所行嘅路線咧係同以前一模一樣嘅。咁即係話佢最後嘅目的地咧係同皇后號一樣向東京進發嘅。咩話？隊長，當時皇后號運載嘅係 MK 合金啊。係啊，係強力磁性合金嚟。照咁睇嚟，佢呢一部電腦喺呢15年嚟不停運作，而且呢成為強大嘅磁石，行翻以往嘅路。冇錯。不過硬係唔明一樣嘢喎，點解佢會變成一嚿磁石嘅咧？仲會吸住其他船添噃？或者啊，佢為咗驚第二次受到冰山撞擊，所以就用磁石合金做身。無論點樣，佢一定係因為受到撞擊，所以先至反常。喂，電腦啊，你放咗我哋啦！你應該係受人類控制，而唔係咁樣噶，你明唔明啊？你講都係冇用噶啦，呢部電腦咧，佢接受人類輸入嘅程式，多過聽你嘅說話噶。史迪先生，係明仔啊！明仔，爸爸，爸爸，我而家嚟救你啊！你試下射斷嗰啲繩啦！哦。快走！走啊！佢而家開始移動。向東京灣進發。隊長，如果俾佢進入到嘅，就會有好多船受到破壞嘅。我哋一定要阻止，仲要想辦法救人。知道。冇事啊嘛？你睇下，嚟追住佢先啦！喂，你做咩啊？唔好講咁多啦，你快啲走先啦！咁好啦，三位船長，我哋行先啦。爸爸，我好驚啊！冇事嘅，跳落去啊！到咗磁力範圍啦，小心俾佢吸咗入去。知道。咩話？隻怪物攻擊你哋？係啊，我哋接近唔到佢啊！隻怪物咁犀利，如果俾佢入到東京灣，咁就弊噶啦。啊，真係奇啦！點解佢唔用磁力吸航天號嘅咧吓？隻怪物負荷太重啦，如果再加埋航天號，佢一定會過重嘅，咁樣就會沉落海底。佢深明此道啫。我哋一於整沉佢啦，佢沉咗就唔會撞我啦。小心啲啊！知道。遲田，行動。知道。小心啲。得啦。超人發射！係超人80啊！
爸爸，你以後都唔好再出海啦。好啊，我而家呢份新工作係遊覽船嘅船長啊，我哋而家可以翻屋企噶啦。嗯。佢哋父子可以重聚咧，真係太好啦！各位，好多謝你哋幫手，我先至可以一家團聚啊！明姐，多謝大家，真係好多謝啊！你唔好咁客氣，今次你都有功勞噶，係咪啊？係啊，今次好彩有你咋，如果唔係我哋唔知點算啊！講起上嚟啊，經過今次嘅事咧，我哋以後都唔信電腦噶啦。機械始終係機械，應該效忠人類嘅。但係人類啊，都要識得運用佢先得噶，唔係就有反效果噶啦。係啦，史迪先生啊，我有冇資格加入 UGM 做隊員啊？明仔啊，你想加入我哋 UGM？ 我見到你哋好威水啊！話時話，到你加入做隊員嗰陣咧，我一定會點下你噶吓。你講咩啊？講笑啫，放咗你喎！講笑咋？講笑啫，係講笑啫。Let's go UGM UGM この星は美しい星誰もが愛する青い星この星を守るのが我らの使命何か怪しいものが来る正体不明でやってくる Stand by UGM Take off UGM Straight ahead UGM UGM に鳴り響くスクランブルのベル。直ちに出動した UGM だったが、そこには怪獣反応は見られず、怪獣のおもちゃを作る不思議な少年がいた。たけしは妙にその少年が気になった。ついに出現する巨大怪獣ガゼル。ウルトラマン80のサクシウム光線も逆に怪獣のパワーとなって80を襲う。絶対絶命ウルトラマン80。だがなぜかあの少年だけが怪獣の弱点を知っていた。次回ウルトラマン80、少年が作ってしまった怪獣。